我们后方的2位帅哥，哇，他们其实也是我们南投之光，一位是我们的医师，一位呢是我们的大学任教的老师，很厉害哟。他们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而且他们今天也带了很多的精美的小礼物，有些卡片啊，也是由我们的后面的2位老师亲手画制的，也会来分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他们是三角旗工作室，2位帅哥呢，也是我们代表性的乐团哦。那去年也有来我们的南投灯会的舞台上面进行表演，那稍后也会准备超级无敌多的限量开运的礼物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三角旗工作室，掌声鼓励。谢谢。喜乐课准备好了吗？好了。OK 吗 ？OK。第一首下吧。那路啊呀，那路啊，那路啊呀，那路啊。高高的山有我的海，熊熊的河是我的情，天上星是海人的心。我要去追寻，相爱的手要拉得紧，不变的情相许之深，爱人心是天上的星，陪伴小浮萍。那路啊呀，那路啊。高山青有办法跳吗？直接跳到前面来啊！后面的，喂，上台哦！请各位观众掌声欢迎我们的喜列克文化团。今天这首歌是奉献给他们的，请他们热情的掌声来到台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台湾得奖的作品。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喜列克。高山青，涧水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我们一起拍手。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高山长青，涧水长来。现在是我们的喜列克以及我们的三角旗的2位老师。水长围着青山转。让我们欢迎喜列克，这是他们灯会第一次登上主舞台的表演。哇，我们喜列克呢，现在也在我们的台下进行演出。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细细浓浓的山巅。上来，上来，上来！层层，上台，上台！我们就走进印象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我们喜列克呢，也会在我们的9点，在主楼的前方来进行展演。最要好几遍。现在3位喜列克鼓掌，谢谢。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我们南投灯会的舞台，请给我们这些原住民的朋友掌声鼓励，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还是要请喜列克留在台上的时候，他们就跳下去。你们要去哪里？对，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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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下班哦。接下来这一首是这个，你们是泰雅族的吗？好，我们要带来泰雅族创作的世界名曲，叫做什么？团长 Rimwe Sola Rimwe 泰雅族欢乐歌，请大家一起跟着我们欣赏，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拍手。Rimwe Sola Rimwe Rim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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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 Rimwe
呀吧呀呀呀，去不嘎萨里亚索尼，不嘎萨塔，不嘎萨塔，乌杜里亚索尼。Re mi sol la re mi yo, Re mi sol la re m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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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sol la re mi do.呀呀，去不嘎萨塔里亚索尼，不嘎萨塔，不嘎萨塔，乌杜里亚索尼。大家一起节奏打起来！哇，在台上面是我们的系列课跟我们三角旗的老师。呀吧呀呀呀，去不嘎萨塔里亚索尼。Bekasauta, Utulia Soni。再一次哦，瑞会嗦啦，瑞会哟，瑞会嗦啦，瑞会哟，呀吧呀呀呀，去Bekasauta Soni。Bekasauta。Utulia Soni, Bekasauta, Utulia Soni。掌声欢迎我们，鼓励一下喜瑞克文化艺术团，谢谢，表演的非常漂亮，非常完美，非常精彩，谢谢。哇，喜列课呢，稍后在我们的9点整的时候呢，也会跟着我们的双主灯，在我们的主灯前方的小舞台进行展演。而喜列课呢，其实呢，他们常常代表我们台湾到我们的国外进行我们的文化的交流。那另外呢，我们的团长文凯呢，哇，也其实把我们的泰雅文化、赛德克文化呢，一直发扬哦。那除了呢发扬我们的原住民文化之外呢，也把我们的小朋友，刚刚在台上呢，其实都是我们的小朋友，把我们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稍后在9点整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喜列课精彩的演出。时间交给三角旗老师。好，那我们在表演的中间都会下去发小礼物。刚刚手边已经有观众拿到的，那是今年的招财5行貔貅。所以等一下还会有，你说有多少就是这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所以大家不用抢，只要坐在椅子上就有办法拿到。好，团长。很高兴来到我们南投灯会。今天我们要弹的这首歌呢，是我们三角旗创办人所做的一首词曲。这首歌叫《万家灯火》，非常欢迎不论是在外的游子工作、返乡工作、返乡过年，欢迎来到我们2026南投灯会。这首《万家灯火》送给大家，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万家灯火，我看到万家灯火，像期盼中烛辉耀，像天空的繁星闪烁。万家灯火，我看到万家灯火，它抚慰了疲惫的我，它指引着迷惑的我。盏盏的万家灯火下，有多少知足的一家，交换着澎湃的温达。万家灯火，我看到万家灯火，像一股暖流流过，那儿就有我甜蜜的我。这首歌《万家灯火》，每一年的灯会，我们三角旗都会献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温暖的窝。万家灯火，我看到万家灯火，
像轻汉中明珠辉耀，像天空的繁星闪烁，万家灯火，我看到万家灯火，它不为了疲惫的我，它指引着迷惑的我。站在的万家灯火下，有多少知足的一家，交换着关怀的问答。万家灯火，我看到万家灯火，像一股暖流流过，那儿就有我甜蜜的我。像一股暖流流过，那儿就有我甜蜜的我。谢谢万家灯火，这是我们三巧池工作室创作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呢，我们要唱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三巧棋工作室今年2026最新的创作，叫《灵动的眼眸》。那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灵动的眼眸。翻腾的思绪不影响我的决定，忽然的风雨，我不敢你靠近。还压着感觉，我有时候还在意，跟着我旋律，不动摇我的心。拿起我画笔，画下斑驳的回忆，让感觉清晰，成为美丽风景。爱压着感觉，我有时候还在意，跟着我旋律，只剩下我和你。你那灵动的眼眸，就像美丽的传说，总是一句话都不说，只愿紧紧牵着我的手。你那灵动的眼眸，就像温柔的花朵，好像天上繁星点缀在夜空之中，闪烁永恒的节奏。翻腾的思绪不影响我的决定，忽然的风雨，我不敢你靠近。爱压着感觉，我有时候还在意，跟着我旋律，不动摇我的心。谢谢，欢迎你们来到南投灯会。等一下有我亲手画的马上有财，这是今年的财神卡，2026财神卡，祝大家每个人都马上能赚钱。翻腾的思绪不影响我的决定，忽然的风雨，我不怕你靠近。还压着杂讯，我有时候还在意，跟着我旋律，不动摇我的心。拿起我画笔，画下斑驳的回忆，让感觉清晰，成美丽的风景。还压着杂讯，我有时候还在意，忘掉了烦恼，只剩下我和你。你那灵动的眼眸，就像温柔的花朵，总是一句话都不说，只愿紧紧牵着我的手。你那灵动的眼眸，就像美丽的传说，好像繁星点点点缀在夜空之中，闪烁永恒的节奏。翻腾的思绪不影响我的决定，忽然的风雨，我不怕你靠近。还压着杂讯，我有时候还在意，跟着我旋律，不动摇我的心。还压着杂讯，我有时候还在意，跟着我旋律，不动摇我的心。谢谢。
灵动的眼眸送给你们，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要唱首动感的音乐，大家有听过爵士乐吗？那我们今天要唱首爵士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Twist Again。大家手可以拍起来哦。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it last summer. Yeah, 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last year. Do you remember when since the world lady humming? Yeah, let's twist again. Twist time is here. And round and up and down we go again. And baby, make me know you love me so. And then 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it last summer. Yeah, let's twist again. Twist time is here. 欢迎大家一起来。那手上呢，等一下我们上半场会发送我们的5星貔貅贴纸，也是我自己的创作作品。下半场的演出呢，我们也会送我们的财神贺卡，马上有财，就是我们现在钢琴前面贴的这张贺卡。每年我们都会画一张献给我们南投县的南投灯会以及今年的主灯，马上有财，谢谢。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last summer. Yeah, 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last year. Do you remember when since the world lady humming?Yeah, 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last year. And round and up and down we go again. And baby, let me know you love me so. And then 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last summer. Yeah, let's twist again. Twist time is here.Let's twist again, twist time is here. 谢谢。哎，我的老师今天有来，就我国小老师黄祖远老师今天有来，谢谢，谢谢你来，谢谢。老师好。好，休息一下，你看喘对不对？对啊，我们今天非常的嗨，非常的高兴。好，那接下来我们有看到旁边有还寿天宫的那个灯电，有无？那看到寿天宫，我们就会想到庙会。接下来带来这首王梦麟的《庙会》，掌声鼓励一下我的哥哥杨金洲医师，谢谢。欢锣喜鼓咚咚隆咚锵，把闹传云霄。弹珠青龙探头望，时时笑张嘴。红烛火檀香烧，菩萨满身香。祈祝年冬收成好，游子都平安。欢锣喜鼓咚咚隆咚锵，把闹传云霄。范谢将军站两旁，叱咤想当年。战天神互相鸣，魂魄在人间。悲欢聚散总无常，知足心惊欢。台语版的大家应该没有听过，对不对？好，来唱一首台语版的给大家听。善良本性爱修持，原来有自己。在乎石头肯布施，人生有意义。动心机，无心机，自在又欢喜。自海上高是金义，尊心众生利。
做伙来佚佗，信心第一步。成昆自己怀中抱，这世好奋斗。讲好的感恩报，你会是我好。真心真意来传播，好心有好报。谢谢，我们把主持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大家，请大家不要走开，掌声鼓励一系列。的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后面半个小时还是要邀请到2位帅哥，他们一位是医师哦，一位是我们的大学任教的老师，哇，都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他们自己会画图啊，做一些贺卡或者是贴纸。那稍后呢，如果说您坐在我们的椅子上面呢，我们稍后2位老师呢，在演唱的过程之中，也会把我们的亲手制作的一些幸运小物呢，送到您的手上了。现在时间是我们的想得到我们的礼物的好朋友呢，现在可以坐在我们前方摇滚区的椅子上面。我们等一下2位老师会带给大家非常好听的音乐，时间交给我们后方的2位帅哥，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好，我们是南投三桥旗工作室，咱出生在这个征袍，大地比的南岛。今天三桥旗工作室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来看灯会的人们。那在下半场的演出呢，这个天马的这个主灯的圆环，所有的人只要来到我们这边听我们的演出，现场我带了3000多份的财神贺卡，我亲自画的贺卡要来送给大家哦。祝大家新年发大财！今天我要唱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东南亚的朋友，今天很多还没有回到他们的家乡过年，来到我们的南投灯会欣赏，希望这首歌呢能带给你们过年的气氛。东南亚的民谣 Rasa Sayang， 掌声鼓励。Rasa Sayang 会唱的，请大家跟我一起唱。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Rasa Sayang 这首歌献给我们在东南亚的朋友，欢迎来到南投灯会一起过年，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 Rasa Sayang。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希望你们会喜欢家乡的民谣，送给你们东南亚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台湾南投灯会过年。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 hey di mana di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hey。送给你们，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工作很辛苦，送给你们 Rasa Sayang， 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唱一首歌。那我哥哥跑到哪去呢？他在发送礼物的当中。那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作词作曲也是我们三小旗工作室做的曲。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吴道子，华盛吴道子。有不乱，红尘千古谁解莫衷缠？欲嫦娥无尽恨，无指尖月光盘。山中
幼苗路漫漫，老泥岸迎天蓝。堂前一座传世百家坛，此乃盛唐来华生。无道子不成凡。花锦兰，左枝缠右不完。堂前一株传世百家坛，此乃盛唐来华生。无道子不成凡。山中有苗路漫漫，老泥岸迎天蓝。堂前一座传世百家坛，此乃盛唐来华生。无道子不成凡。山中有苗路漫漫，老泥岸迎天蓝。堂前一座传世百家坛，此乃盛唐来华生。无道子不成凡。吴道子，画圣吴道子，就是我本人。那这首电音呢是吴道子，它是一首宋词，那它是有平仄对仗的。那这首歌呢用电音的表达方式，希望献给大家，让南投有无限的热情。但接下来呢，我们回忆一下各种老歌跟民歌时代的乐曲。这首歌呢，大家一定听过，我只要唱第一句，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请大家欣赏看看。手上还没有财神卡的可以举手，这样我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走。很好啊，这群观众真是太有水准。祝大家马上有财。这首歌呢，《兰花草》献给大家。很多小朋友没有听过，那我教大家怎么唱《兰花草》。我种山种来，一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拦住暖风，朝朝听不息，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的许多香。满庭花簇簇，添的许多香。胡适做的词。那这首是很有名的民歌，它曾经是高中的课文。我从山中来，一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拦住暖风。朝朝听不息，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呀，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
报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依然如暖发。朝朝频不息，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着许多香。满庭花簇簇，添着许多香。兰花草送给各位小朋友们，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有礼物，我们今天除了马上有才，我们还带了幸福加码的手绘贴纸。手绘贴纸还包含了马上有才的对联贴纸，还有大贴纸、小贴纸都有哦。希望各位乡亲朋友可以来跟我们领取我们的手绘开运贺礼。好，现在要发的就是贴纸，刚刚那个是卡片，等下要发的是贴纸，所以大家如果要贴纸的，请举手。接下来要听一下服务台的广播。那边有要贴纸。前台上方、下方还见到禁止通行，管制时间为晚间9点到晚9点40分，拥有示范完毕为止，请大家提早收到入场及离场时段，谢谢大家配合。好的，那听完我们服务台的广播之后呢，我们要来唱一首很有名的团康歌曲，这首歌《问候歌》送给你们。那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是团康嘛，所以我们要装扮一下自己。这支呢是我们三巧旗的吉祥物，它叫三巧鹿。然后我要带这首歌呢送给全场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这个美好的晚上，一起唱问候歌。朋友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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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来问候你。有什么事情请呀请呀请呀，我能够来帮助你。在夏天、春天，冰呀冰呀冰呀，秋天和严冬，我叮呀叮呀叮呀，冰呀冰呀冰呀，心呀心呀心欢喜。再来一次哦。啊，朋友，请你听呀听呀听呀，我唱歌来问候你。有什么事情请呀请呀请呀，我能够来帮助你。我春天、夏天，冰呀冰呀冰呀，秋天和严冬，我叮呀叮呀叮呀，冰呀冰呀冰呀，心呀心呀心欢喜。问候歌，大家都听过。那这首歌呢，大家一定有听过。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哗啦啦，我摔了一身泥。我们舞台左边的有朋友需要财神卡，还有财神贺礼的，直接举手，我哥哥就会发给你们。再一次问候歌。啊，朋友，请呀听呀听呀听呀，我唱歌来问候你。有什么事情请呀请呀请呀，我能够来帮助你。春天、夏天，冰呀冰呀冰呀，秋天和严冬，我冰呀冰呀冰呀，冰呀冰呀冰呀，心呀心呀心欢喜。我冰呀冰呀冰呀，冰呀冰呀冰呀，心呀心呀心欢喜。问候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现在发了财神贴纸，已经发到了多少张了呢？用快要400-500了。湖南广播今天晚上9点半将在水广场进行烟火释放，前台上方及下方花海店道禁止通行，管制时段为晚间9时起至9时40分，烟火释放完毕为止，请提早规划入场及离场时段，谢谢大家配合，谢谢。好，刚刚我们有发很多的这个财神贴纸，然后这边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拿到，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你看台上的这个箱子，对不对？我们带东西来，不会是那种
1张2张迄种的，阮就是差不多1000、2000迄种的才有礼赏哦。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你只要坐在你的椅子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到一半，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好，今天来我们要唱一首《瓜柳与黄鹂鸟》，希望大家会喜欢。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阿门阿门绿的干花呀，瓜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啊，现在爬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你要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花鸟与黄鹂鸟，大家一起来唱。哎，小朋友一定有听过。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门阿门绿的干花呀，瓜鸟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啊，现在爬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鹂鸟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阿门阿门绿的干花呀，瓜鸟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啊，现在爬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鹂鸟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门阿门绿的干花呀，瓜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啊，现在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鹂儿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瓜鸟与黄鹂鸟，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接下来呢，我带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最精彩的压轴歌曲《信心南投》。好，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信心南投》。这是阮阿祖迄个时代的有的歌，哦，信心南投。这是阿祖，我们南投知名的民谣，是我们三巧集工作室的创作作品，作词作曲都是我们创作的。有信心，咱就爱有信心；有热情，咱就爱有热情。为着咱，行顺幸福的愿望，咱需要上解赞的南投团。好，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家南投灯会2026年的南投灯会。那这是我们三巧棋工作室创作的作曲，创作的作品。那今天我们有分享好听的民歌，也有分享我们自己的创作。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就是出席的这个征头我伫比的南投。祝大家新年恭喜，顺利，谢谢。出席这个征头，住伫比的南投好创说的山地上介高，为着生活打拼，为着出来趁食，阮自细汉大汉一直拼是伫咧餐厅边仔想要食甜。
一定爱先食苦，想要爬去关山，有一嘛爱跋倒，食好对健康，大家拢嘛爱做，一步一脚印，咱才有法度幸福。有人叫咱放弃，有人叫咱坚持，有人一个决志，有时人我拍一自即摆开始，咱若做好代志，烦恼啊说说来说去，一定是会出去。咱唔免惊，咱就唔免惊，唔免惊，因为咱有自信，咱一直拢嘛可以，咱有信心，咱就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落去，一定拢会出发。咱唔免惊，咱就有信心，一直行，一直行落去，一定拢会出名。咱唔免惊，咱就有信心，一直行，一直行落去，一定拢会趁钱。2、3，有信心，咱就爱有信心。有热情，咱就爱有热情。为着咱，行顺幸福的愿望，咱需要上爱赞的南投县。有信心，咱就爱有信心。有热情，咱就爱有热情。为着咱，行顺幸福的愿望，咱需要上该赞的南投县。好，来大家新年恭喜！我们三角旗工作室每一年呢都会来到我们2026的南投灯会。今天希望大家新年恭喜，顺顺喜喜，好，出国平安，顺利顺利。这个工会爱过来做。谢谢谢谢，出是一个征袍，带着你的南投，南投好做好，做咱家己上甲老，从即马开始，咱若做好代志，烦恼啊说说来说去，一定是会出去，咱唔免惊，咱就有信心，一直行，一直行落去，一定拢会出名，咱有信心，咱就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落去，一定拢会出团，咱有信心，咱就唔免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落去，咱有信心，咱就搁较拼落去，一直行，一直行，拢会趁钱。1、2、3，有信心，咱就爱有信心。有热情，咱就爱有热情。为着咱，行顺幸福的愿望，咱需要上该赞的南投县。一个跳，有信心，咱就爱有信心。有热情，咱就爱有热情。为着咱，行顺幸福的愿望，咱需要上该赞的南投县。在这有信心，咱就爱有信心。有热情，咱就爱有热情。为着咱，行顺幸福的愿望，咱需要上该赞的南投县。咱需要上该赞的南投县，在这，咱需要上该赞的南投县。谢谢，我们是三角旗工作室，我们明年见，谢谢，谢谢我们的三角旗队啊，我们南投超赞的哟！接下来。